这吓成这样啊！看来是真吓坏了。我介绍一下啊，这是秦导演，秦伟，是给咱们殡仪馆啊拍纪录片的。昨天晚上去冷冻室体验生活去了。这是我们这儿整容班新来的学徒赵三月，小姑娘昨天呢是第1次值夜班，正巧碰到你了，吓坏了这是。秦伟，不好意思啊，吓到你了。三月，你过来握手啊！你，这是秦伟导演，别害怕，怕什么呀？啊，来，不好意思。来，接下来你还有些什么安排？准备再拍点什么素材啊？拍一个葬礼吧，从筹备到完结。哦，行，没问题。三月陪着。啊？怎么了？你正好跟着熟悉一下工作的流程，哪儿摔倒了就从哪儿爬起来啊！人才。这些骨灰盒呢，根据材质、大小还有工艺的不同，价格分别从几十元，一直到上万元不等。这个最贵。对呀，大哥，最后得让咱爸走得体体面面的。就是啊，这份钱可不能少。是啊。那就定这个吧。那您先出去等我一下，一会儿给您办手续。谢谢。其实呢，家属一般会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价格更高的骨灰盒，毕竟这也是能表达情感的最后一个方式了。你当着他亲朋好友的面问，他肯定往贵的选啊。这哪是表达情感，这是碍于脸面，怕被旁人说闲话吧？你要是这么想吧，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中国人的面子观也不允许我们在葬礼这个问题上过分的讨价还价，对吧？这也帮我打包吧，我要了。这么便宜啊？你也来一个。没钱。谢谢。饼干。不用，我吃这个就可以了。维生素不能当饭吃吧？是止痛药。怎么了？不舒服啊？肺癌晚期。真好。好。我也想死，但我怕疼，怕丑，没勇气自杀。这时候要谁来跟我说我肺癌晚期，活不久了？那我肯定平躺下来，什么都不做，再也不用挣扎，不用强撑着精神头活下去，可以理直气壮地当一个废物，简直不要太幸福好吗？我以为你好歹会安慰安慰我呢。我羡慕你，真的。
下午陪我去北郊墓园吧，去拍拍我死后的栖息之地。哎，哎，女儿，女儿啊，我们当初也是不得已呀。这女孩我见过，是我大姨帮她入殓的，那天我也在。你知道他的死因吗？听说是见了亲生父母猝死了。他很小的时候得过病毒性心肌炎，后来发展成了扩张性心肌病，一直都在吃药控制。但去见亲生父母的前几天，他的药刚好吃完了，我让他赶紧去开，他说不要紧，等年底装上 ICD 就好了。她是你谁啊？她是我姐，二姐。她跟我大姐是孪生姐妹，但是大姐身体没问题，就被父母留下了。当初我父母就是为了生我，把她送人了。那不是送人，那是遗弃。小伟马上就要上学了，这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你把他接过来，咱们养着活吗？我问你，你应该多想想咱们儿子，儿子才是咱们将来最后的依靠。爸妈在吵什么呢？
3月。3月，给他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就当它是一份从天而降的